你可不可以写上吊啊？啊？这是公共场所，你要动减小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哎，可是这个等我修哎。可这蛮法术嘛，怎么小头安用你也帮忙。哎，小思啊，你不要小看这一本薄薄的漫画，它可是从小就一直陪伴我到大的好同伴呢。哦，想不到你对蛮法有这么深刻的情感啊！本来就是啊，哎，想想我3年给死节啦，只要不想念书我就偷偷去看个漫画，偷写一下。哎妈耶！谁念时间都要通过一块，什么也蛮薄。哦，那我们男生就不一样了，我们才不看什么西洋威漫发呢，我们看的都是那种励志漫画，好小子、怪医秦博士、奋发向上，让我们成有志的青年。嘿嘿。哟，说的跟真的一样哎。那我问你，你知不知道客家有一个本土的漫法嘎？真的啊，本土的漫发嘎，黑曼宁啊。对嘞哈，俺老公讲就是刘星清老师哦，大名鼎鼎的刘星清老师啊，哎，几个漫画俺妹嘿啊，从小看到大哎，他还画了很有名的台金坡了3个漫法音符嘞。哎，我好想去看看哦，因为我小时候常看到那个刘老师的大作都在报纸上每天连载，可是现在都看不到。你如果想回味的话呢，我们下次可以到新竹的内湾夯，改练是善读的客家种风景冻酱哦。哎，真的哎，不然这样好不好？我们既然说到我们择期不如撞日，我们漫画也别看了，我们马上走去买车票到那边去看看刘老师的大作。哟，阿明谷，你真是行动派了耶！开玩笑，大男人就是这样子嘛。我们告诉你，以后他嘎发到客家村去好学客家文化，到流行哦。哎，一级棒，走吧。水上钓啊，水上钓啊，见笑，漫法，声音那个细节。客家音，台金坡，阿三哥，风景冻酱。